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奇提出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，进前经过议会一读，今仔日伫个交通委员会审查。不过，交通部长王国材指出讲，过去所有预算拢是经过可行性评估、综合规划、环评等等流程，那直接用特别条例含现有的程序是无共的。而且，这条例内面有明定所需要经费，这个建设经费上限是2500亿，可能会牵涉到宪政争议。不过，这款的讲法却引起鲍坤奇的不满。委员，我刚才谈到退一步实在羞愧啊！现在你们交通部也认为你们大法官，公安在审议，轮得到你们交通部说三道四吗？国民党立委鲍坤奇两届甲交通部长王国材大声批评叫，阁动伊动刀，因为伊提出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，内底明定所需要建设经费上限是2500亿。和交通部认为讲，这个条例有立法权兼有行政权宪政的争议，引起鲍坤奇的不满。打从交通人的立场，这条路应不应该新建，一定要分析评估可行啊！我跟你讲说，我不反对，把条例通过，你更好做事情。结果你的报告是如此的羞愧交通人。什么叫自然呢？什么叫违宪？王国材指出，花东快速公路可行性评估按算今年8月份完成，会按顺序进行综合规划甲环评，协定了后，才阁提出相关预算的计划。也若计划路线有到174公里，而且会经过原民部落、特定农业区、自然景观、甲地质敏感的区域。环评若无通过，会造成条例无法度执行。如果说用一个特别条例直接确定它的，比如说经费的规模，是跟我们过去在做个案计划是不一样的。100多个的，每一个都要做这个特别条例。以个案的方式来要求编列预算这件事情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傅昆萁行政立法搞不清楚嘛？他严重的违反了交通建设应有的评估程序。花东快速公路的议题，阁一届引起立法院的攻防。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政府真拍拼咧建设花东，已经投入要3000亿的经费，强调宪法对5权分立有明确的规范，希望5院拢要遵守本分，拢要有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